原來一個系統就可以管理晒洗手間入邊嘅運作。你以為洗手間衛生管理只能夠靠人巡查？其實空氣質素、用品補給、人流管理全部都可以數據化管理。而洗手間體驗好會直接影響顧客停留時間同商場消費。安裝智能洗手間管理系統就可以全面提升效率。CPoint 智慧洗手間管理系統可即時了解環境與補給情況，紙巾啊、洗手液啦、垃圾桶滿度一有不足，系統會立即通知清潔團隊。空氣質素與異味亦都會持續監測，需要時自動調節排風同空調，配合人流感應，管理處可以按實際使用量安排清潔時段，提高效率。所有數據會整合去到雲端平台，透過數據分析使用量，提前規劃清潔安排，並及早處理可能出現嘅廁格問題。長遠嚟講咧，仲可以提升清潔水平同用戶滿意度㗎。洗手間管理做好，不但減少投訴，仲可以提升場外評價，間接推動消費。想更精準咁管理洗手間啦，聯絡CPoint了解更多智能洗手間管理系統。